日，我哋要送別一位香港演藝界嘅傳奇人物許紹雄。2025年10月28日凌晨2點半，許紹雄喺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，享年76歲。據報道，佢係因癌症引發器官多重機能衰竭，最終不敵病魔，離開咗我哋。消息一出，整個娛樂圈陷入哀痛。蕭正岩、黃翠如、黃宗澤、黃智賢、苗僑偉、黎芷珊、歐陽震華等人紛紛趕到醫院探望，神情凝重。佘詩曼原本身在澳門，得知消息後即刻爆喊，取消行程，趕返香港，只為見佢一面。佢哽咽咁講：佢係我心目中嘅父親角色，一直都好錫我。最令人唏噓嘅係，早排病發前1星期，中秋節當晚，許紹雄仲同女兒許慧晶及一班老友開心聚餐。相中佢笑容滿面，身穿白 T 恤配灰衫，坐喺圓桌旁望向鏡頭，完全睇唔出有任何異樣。呢張相成為佢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許紹雄入行53年，係 TVB 第一期藝員訓練班學員。佢演過無數經典角色，包括《使徒行者》嘅歡喜哥、暗戰嘅黃啟發、新紮師妹嘅方中 Sir， 角色深入民心，演技爐火純青。佢一生低調、敬業、親民，晚年更好與女兒拍片分享生活，成為網民心中最親切嘅老豆 KOL。今日我哋唔止係送別一位演員，更係送別一段香港電視黃金年代嘅回憶。願 Ben 松一路好走，天堂再無病窮。